即前三党倒退30年，即句话当然嘛真耸动，真有爆炸性，真有一个对比，做三党倒退30年。你讲蔡英文总统这三党，互你讲，即前你无满意，你讨厌，你加小，但是，敢有可能倒转去万年国会闹贼的时代？30年前，想讲民主进步党伫圆山仔饭店早就成立，但是阁是地下政党呢，无合法化呢，无领到政党的证书呢。你讲民主进步党，即前这3年搁倒转去，民主进步党阁是地下政党的时代，安尼敢对？这就是国民党的阵营，特别是韩国瑜市长，伊上届擅长的所在。这就是亲像中国共产党，因为法度将国民党伊赶来台湾，这不是无原因的宣传战嘛。所以韩国瑜市长用共产党迄套要来选举，咱袂使大意呢。若韩国瑜市长变作是台湾的总统，伫2020年的正月11日来顺利当选的话，你讲你搁罢免，搁有啥物意义？伊若真做总统，就免罢免啊。市长伊就要死掉啊，就要搁顶选啊，顶补选啊，是毋是安尼？若如果伊总统无调，伊搁倒转去做市长，伊会带这摆遮尔无心吗？食碗来看碗外吗？伊绝对为着选下去2022年要来继续连任高雄市的市长，伊一定会真认真拍拼，来做好伊的市政。迄个时阵，你搁要来伊罢免，大家要想讲，着时间若到，1任4年，伊要来连任的时阵，伊就做了歹，咱无满意，咱讨厌，咱加小，咱袂爽，你就用选票投予民进党的市长候选人，莫互韩国瑜市长继续连任成功，若安尼，毋是就代志解决啦？